育部长郑英耀今仔开记者会，伊强调讲，未来会互基职学校愈有成就哦，卖当来转型做专门学校，嘛拍算要来设8亿的青年海外愿望基金，会分3档来编预算。 带领新的教育部团队，头一届面对媒体来讲教育施政理念。教育部长郑英耀头先就强调，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初二的演说，拢在呼应台湾的人才培育，是啥人讲台湾的教育无好？半导体，我们这一个引以为傲的一个科技产业，几乎90% 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谁说我们的教育是不好的？ 台湾的教育无唔好，唔过要安怎互伊变更较好？伊12年国教做例，讲是免试入学，唔过会考成绩有关系关键。安怎互升学压力之下，国中生有如何的发展？郑英耀表示，高中职的社区化跟精职化，就是说我们希望整合以后不是对青少年的学习不会是只是一所学校的资源。 要扩大高中一个社区化甲边境化，不过面对着基职教育弱化甲少子化的趋势，郑英耀表示，未来会互基职学校办学愈有春秋，卖当转型做单科的专门学校。政处叶秉成补充，未来科大甲高职合作合并了后，会当推动相连学位。 原来的这个专1、专2、专3是由这个原来的高职在负责，但是到专4、专5由科大负责。那这是一个新的双联学位，有点像新的五专的，我们可以叫它这个新五专的模式。要落实总统赖清德8亿学生海外愿望基金的政策，郑英耀表示，按算会分3档来编列预算，目前已经启动研议加规划，而且伊嘛支持公司入台转来整并。目前虽然无相关的规划，不过教育部会往这个方向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